再来看高雄市政府为着要消透掉私群的乱象，是用申诉名假申请的方式，并且来采用认定账款、资料终检、八工来发钱三大原则。真侪乡亲讲安尼真好，加真紧。毛乡亲对中央真感冒，讲这个政策一直改，还因走过哪抓，才请通过，真气恼。 所有的纾困方案只限一种。想要申请纾困的民众，无了解制度定数，资格认定的，先来第一关听说明。确定符合申请资格，但是唯一是唔知要怎填资料，来第二关咨询站有专人为你解答。资料准备好势，才搁到会场抽号码牌办理纾困。这是高雄市人口数第二多三明区，公所每天受理至少500件的纾困案件。推出分流制了后，敢有比较较利便？ 有较紧啦，毋过爱写出来写好啊。朝夕令改，星期四一个版本，星期五又一个版本，我们已经跑3趟了。民众也是真不足万言，因为中央纾困方案一个线一个负责执行的基层人员嘛无啥。高雄市府面对纾困乱象，除了推网页试算公式，互民众先了解家己是毋是符合申请资格，嘛加开纾困专车。到市场、到人潮聚集的地方去做一些说明。 做一些咨询，我们的收件总共有8977件，我们发放的金额有471万。不过，虽然流程一再简化，各区公所业务量也是非常大。高市府建议中央急难纾困，若是会使大数据排付发放，对当予作业流程更加顺利。